大家平安，我是张简小姐。端午佳节虽然过啊，但是阿公阿嬷不时嘛会想要吃粽，因为糯米较容易煎熬，长辈无好加，所以要食以前，咱就要先甲粽加好幼幼，安尼才袂记着。来，对张简小姐安尼对长辈大心提醒。阿公，粽我有甲你加好幼幼，你就要豆豆仔煲，才袂记着。若伤焦，就要啉一寡水哦。本集重点单字：煎好幼幼，剪得细碎小块，豆豆仔煲，慢慢地咀嚼，记着噎到卡到喉咙，伤焦太干，啉一寡水，喝一些水，喝一点水。这里面的豆豆仔煲是慢慢摇，啉一寡水是喝一些水。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让长辈食得安心又欢喜。用上熟悉的台语照顾上爱的亲人。周四生活台语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